2025年4月5號，全美多地以及全球多個城市爆發大規模 Hands Off 抗議活動，超過60萬名示威者走上街頭，反對特朗普政府嘅威權過度、經濟政策、人權問題及同埃隆馬斯克相關嘅政府議程。咁係繼今年2月5日嘅全國性50501運動之後，針對特朗普政策嘅又一次重要示威行動。Hands Off 抗議活動於美國時間4月5號上晝全面展開，主要地點包括華盛頓特區嘅國家廣場、紐約市嘅時代廣場、芝加哥嘅市中心同埋洛杉磯嘅主要街道。示威者高舉標語，例如冇國王啊、手放開我哋嘅權利啊等，表達對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政策嘅不滿。抗議主題聚焦政策爭議。本次抗議嘅核心訴求咧，包括就話反對政府縮減。特朗普政府近日宣布進一步削減社會保障同埋醫療補助計劃嘅資金，激起咗民眾嘅廣泛不滿。人權問題同移民政策，示威者指責特朗普政府嘅移民政策過於嚴苛，批評佢對弱勢群體嘅打壓。埃隆馬斯克嘅角色，抗議者對特朗普政府同馬斯克嘅緊密合作感到擔憂，認為呢個可能導致權力過度集中並損害公眾利益。喺華盛頓特區，一名參與者表示：我哋嘅未來被少數富人操控，我哋唔能夠坐視不理。咁另一名嘅抗議者咧就指出咧。咁呢場嗰個抗議唔單止係針對特朗普，亦都係為咗捍衛我哋嘅民主。根據活動組織者嘅統計，僅喺華盛頓特區就有超過15萬人參與抗議，而全國參與人數預計超過60萬。回顧50501運動嘅全國性抗議，2月5號，全美50個州同時爆發咗代號為50501嘅全國性抗議運動。呢場示威成為今年針對特朗普嘅首次大規模行動。50501運動嘅名稱意為50個抗議、50個州，一日旨在反對特朗普推行嘅 Project 2025計劃。50501運動嘅焦點，反對 Project 2025。該計劃由保守派智庫 Heritage Foundation 提出，旨在重組聯邦政府，推行一系列右翼政策，包括削減聯邦機構嘅規模，並且加強行政權力。抗議地點廣泛，示威者聚集於州議會大樓同埋主要城市，如亞特蘭大、波士頓同埋費城。數以百計嘅抗議活動同時進行，民眾嘅訴求啊，抗議者手持標語如捍衛民主同埋拒絕法西斯主義，呼籲更多人關注特朗普政府嘅政策方向。呢場運動雖然規模略小於今日嘅 Hands Off 抗議，但已經展現出全國性嘅不滿情緒，為今日嘅抗議活動奠定咗基礎。特朗普政府嘅回應與態度，針對今日同埋此前嘅抗議呢，特朗普總統呢並未直接發表公開聲明，然而佢嘅政府採取咗一啲間接應對措施，一強硬嘅立場。特朗普喺 X 前 Twitter 上面發文話，政府資金唔應被用於支持非法抗議活動，所有允許非法抗議嘅學校將失去聯邦資金。咁呢一嘅表態呢，引發咗關於言論自由嘅廣泛爭議。二、政策辯護，白宮聲明強調，特朗普政府嘅政策旨在保護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同埋醫療補助俾合法受益人，並指責反對者歪曲事實。三、顧問回應，特朗普嘅移民顧問湯姆霍曼 Tom Homan 喺媒體上面表示，抗議活動唔會改變政府嘅政策方向。佢稱抗議者嘅行動毫無意義。媒體同專家嘅觀點，今日嘅抗議活動引起咗各大媒體嘅關注，相關報導詳細分析咗抗議嘅規模及其影響。AP News 報導指出，今日嘅抗議係針對特朗普政府嘅一次顯著反對行動，並強調抗議者多為普通民眾，包括退休人員、教師同埋科學家。The Guardian 形容今日嘅 Hands Off抗議為今年最大規模嘅一次反對運動，並聚焦於抗議者對人權同民主受威脅嘅擔憂。布魯金斯學會專家指出，抗議活動嘅持續性同埋媒體嘅廣泛報導呢，
將對未來嘅政策方向同埋民意走向產生重要嘅影響。美國社會嘅分化同未來挑戰，美國社會對呢啲抗議活動嘅睇法呢，分化明顯啊！支持者嘅聲音，好多參與者表示對特朗普政策呢深感憤怒，認為呢啲政策呢損害咗弱勢群體嘅利益。一名退休教師接受採訪嘅時候表示：我哋嘅退休保障正在被削減，科學研究亦都遭受資金壓縮。即係反對者嘅批評啊！部分民眾咧就係認為咧抗議活動咧係擾亂咗社會秩序啦，並且質疑其係咪能夠真正改變政府政策。結語：從2月嘅50,501運動到今日嘅 Hands Off 咧，抗議特朗普政府嘅政策持續引發全國性嘅爭議與反對聲浪。儘管抗議規模不斷擴大，特朗普政府嘅強硬立場似乎並未動搖。好多專家認為，抗議活動嘅影響力將取決於未來嘅持續性以及能否喺政策制定層面產生。